名字南北者，天边看开心。南北者，天边看。有足简单嘞，代表做代志吼，爱有良心哦。诶，咱天上的天公伯啊，拢咧看。好，今仔日嘞足简单。老师一句，好心互雷震开始。好心互雷震，再一遍，好心互雷震。好心互雷震。好，请问内底倒几个字爱闭嘴巴？第一个人行去。好，老师讲看见什么就爱闭嘴巴哦。来，一个安琪。心为什么要闭嘴巴？看到 M 就爱闭嘴巴。啊，搁有无？还有，心闭嘴巴。啊，搁有安摕几号？要7号。再来，这啊，金芝麻字音，金毛一个 M， 错哦。闭嘴巴，好，再这几号？7号，好，没有错。来，安尼老师要问哦，请问什么叫做我甲你亲一个亲？好亲者你要甲妈妈还是阿妈甲你亲一个？哦，什么叫做亲？哦，我等下惊都叫着啦。这个考点位，亲一下，对不对？好，答对，亲一下的亲的亲。如果老师没有闭嘴巴，我若讲我甲你亲一个，甲你亲的亲，来顺亲，亲像，什么叫做我甲你亲？我甲你揍下去的揍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不一样哦。你如果没有闭嘴巴，人说你要甲我亲哦，惊死人，你要揍他，无甲吼亲甲亲，像我要甲妈妈亲哦，太可怕了。小飞呢？小三，好，再来。再来，去顾问让我回答。好，所以这句话有没有人可以帮我解释了？你叫呢是咩哦？这个你互什么啦？互这个对方甲你亲的，代表什么？来，第表生气。第表嘞，对不对？第表嘞。好心没有好报，为什么他没有好心好报？伊明明做好个代志，结果互对方甲亲的，代表变嘞激动。对，有当时啊，咱好心吼，比如讲老师，有当时会提起阮小妹，阮妹妹有在炸便当，那她的饭我都觉得她好少，她吃不饱，我就会偷偷把她便当打开，再加很多饭进去，就隔天就被她骂，她说我吃不完，我脚也掉，你把钱要给放在床上，结果我好心甘。放饭入去，结果伊甲我感谢。对，是对啦，但是我也是好心想说让他可以吃饱一点，结果我好心互为止，一点到都生气的，因为下不了伊再来甲伊单调，反而就很可惜。恁敢有这种的经验？你有就好心甲人安怎，但反而却受到人家很不喜欢，好不爽。你甲物件放伫这桌顶，啊伊假设那是伊的，你以为是他的吗？是，所以就去收。你当妈妈甲你建立房间，但是你很生气，因为你觉得妈妈动到你的东西了。等你们长大可能就会这么觉得，现在很小不会。
其他地方我就给他处理回啊，哦，反而很生气，好，念一下，朱红。哦，是，这受气的哦，好，来你念念。妈妈把你电动收起来，敢是？哦，啊你做受气哦，是不是？你做受气，物件落去啊，哦，是讲妈妈把我后面对。好，来这里再念一遍，好心互为真开始。好心互为真。好，第二遍开始。好心互为真。知音。好心。互为真，好，我们第二章啦，好，没有闭嘴，包括人家可以。怎会呢？多啦，怎会？来，第二，过去哦。哦，安尼等一下，乌金，你是第二位，好吗？OK，第六位是17，好，我知道了，那先给1分，来，你先不要，你的字要配了，来，我要看一下你嘴巴有没有意思。好，8分，现在来，6位，华丽，你的字啊，再一次，好，2，再来第3位，哦，我看是第1哦，你等等，就好。这叫怎么念？哦，这里的哦，哦，我互你气到要死，哦，被你气得要死，被，好，现在简单的念一遍，好心开始。好心互为真。好，空空贴出来，这把这两个字圈起来，先闭嘴巴的闭，对呀，为真一个呀，好，你写了啊，你偷写。恭喜姚老师偷跑，下一次这样老师要请你帮我把这句话抄5次，代表你很喜欢这句台湾台语。好，要跟大家一起，你比较发呆，你往前面走啥？那你也要开关，圈起来哦，闭嘴巴2个字哦。应该我们要闭嘴巴的闭，我哦。多像比无对呢，你嘛头车，你讲讲你这条头车，多像比无对呢。你也有，你刚刚是不是也是头姐没到一句？那你还好意思做它？好，下面两个你可以做 HR，HR， 好。还没，先翻好吗？先配。那嘞，来，酒精头啊，H 还是？
把酒回回。对啊，赞，你就是啊。啊，稳定车坐，好，多谢你，再来结束。转落来，老师点来大家，我们来复习。老师点面有大天气的变化，还记得哦，天气哦。那我要提动作，快点记住。好，来，前一条，哪一条？来，等一下，举手，麦克。春题，开始春题。答对了，乌云梯来了，一个乌云梯。乌云梯。好，后一个是。好，来，举手再讲好吗？来，请夫妻。很好，来，这个三八号。答对了，那叫炮轰。再来，中文谁了？看看，样。答对，非常标准。好，我们念一次：春天，喝烟，春天，太好，开始天。再来，最后一个。好像都出来了呢。哦，对，是说被丢在3个班级。哦，有看到。答对了，好，来，请你稍微念一遍，老师念一遍，你念2遍哦。我讲乌云天，你讲乌云天啊，乌云天，好，开始乌云天。3把风。炮轰。春天。好，跟有4个，恁个会记老师有教这4个。4季的变化，还记得吗？春夏秋冬。好，来，老师先问，春天怎样变怎样的啦？下去，春天。好，来，请。这是猜题吗？分文题 ，sorry， 分文题，来，春天。答对了，来念一遍，春天。好 ，David， 很热的夏天，有什么题？很热的天气哦，举金嘛哦，金马下面哦，来，安培。答对了，那它的另外一个名字，什么啦？断啦，这是个断啦。热天。热天就是热啦。热啦就是热天。好，请嘛，请问暑假叫做啥物款？我上次有讲暑假，爱休困啊，就看咱咧休困，无法度上班，无法度上课哦，吼，叫做啥物款？创出哦。答对，休热，意思休热。暑假就是休热。好，开始，我有张，来，配合。刚刚没有叫举手。这谁？好，来，放耳背专用。27。点秒，没啦，我们现在大家都会，所以点秒了。好，你会了。高和朱红。小英。耶，第2位。17。
正，我就寒的，迄是啥物天来听？我讲什么啊？好，伊来边位，边位的隔壁，西位，那是个寒天，刚才你是讲寒天吗？你讲什么天？好像不对，我好像怪怪，来你。就寒的冬天。再一次。好，答对了，你是寒天。寒冷。寒天就是寒冷。寒冷就是寒天。好，寒假有谁会？寒假叫做什么会？寒假来哩。答对了，叫寒。什么叫做叫寒？寒假就是。好，下面可以跟我问第10页打开，把这两个语词自己补充。热话就是暑假，写在软篇的下面。暑假。啊，甲迄个寒天的，咱写叫寒寒假。第10页打开。10页，第几页？好，所以咱即摆搁两个位来当叫啥？叫热，对，搁两个位当叫热。8月、到9月叫热。你较爱叫热，还是较爱叫寒？叫热。哦，为什么？我在家里吹冷气，可以放假，它可以比较寒。哦，是，会当较长，哦，会当两个位佚佗，啊，再会当收水，哦，正面讲收水。这个无水啊，无当收水。可以去海边。啊，去海边啊，洗味哦，吼，海边啊会危险，吼，所以爱叫爸爸妈妈带你去才会当。好，写好未？啊，袂比较明白。写好的人，请你把课本盖起来，不用收，盖起来就好了，看不起来，看不起来。好，看到这边，这个图下面叫看板是啥物字？看起来哇，足水的哦，吼，有树啊，有花，你感觉这是啥物天？删掉。好，答对了。念一次春天。这是春天。好，再来，这是什么天？好，做简单。留言。好，来，这是热天。你有看到？这是日头，太阳很大，啊，今日算什么？算水。好，再来，这是什么天？来，谢老师，秋天来，这是秋天。你有看到这是叶啊？叶啊是啥物色的？但是春天叶啊是啥物色？春天哦，春天的叶啊是青青绿色青色。啊，若到秋天，叶啊来变成黄色，还是咖啡色，对不对？哦，就是秋天的咖啡色的那个落叶，叶啊它本来。好，再来，这是啥物天？这个就简单，好，好，春天，很好。寒天，你看到寒天在落啥物？对，咱是落雪。正面在哦，落雪，而且还有这个比较是无风雨啦，雪人哦，用雪者的来。好，再来，咱要来看课文第一课课，老师把章加起来，请你，我还没有看课文呢，没开，看前面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4个被盖住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先念一次哈，来，喜安状。这个无，那我就用随便一个东西来用。好，就不要念什么一，咱就讲滴滴的风，落回耍，开始。滴滴的风，落回耍。
答错。阴天。答对了，好，是春天哦。春天的雨该落袂煞。咱来，什么叫落袂煞？大概是落雨，拢落袂煞。什么叫做落袂煞？来，英语。下不完，下不停。哦，啊，那老师讲，你伫遐一直讲袂煞，讲袂煞。我不是有人在看。啥物啦？我好，没关系，来，请你把课文先回，我们直接哦，不行，还有这个弟弟要回答，好，先把课本盖起来，我们不用看课本，看前面，好，庆雄，老师拄则讲落袂煞，啊，我若讲你讲话你是讲袂煞，啥物叫讲袂煞？好，来你讲不停，好，那老师如果说你一直吃不停，那你不要讲吃不停。一直吃，都吃不停。来，像这个猪皮银甲白爽吼，就是上面白爽，好，很高分哦。再来，第二个 B B 是啥物？风台遐尔大，风台是啥物时阵的风台？我来选择。秋天嘛有风台啦，吼，啊，只要有一个，比较密集，吼，这个季节的密集。来，就等。哦，热天哦，热天风台来遐尔大，这个叫做遐尔。老师若讲今仔日这个黄金英来遐尔高，哦，可以回答好多问题。遐尔，告诉我。哎，这么厉害，那么厉害都可以。好，再来第三题，什么的叶爱让你涂它？什么天的叶啊？来，你答对了。就简单，秋天哦，也要当你拖它，啥？好，拜完给来拖它，比的比到位，请你比给我看，这位是拖它，拖它。哦，这是拖它，啊，这位是天边。哦，对，你有没有搞错？天边，拖它，拖它，天边，拖它天边，拖它，拖它。里面，头发里面，哦，很好，理解对吧？动作很快。好，再来，下面的风很这样刮啊，很冷哦，就刮在肚脚后腿哦。来，先，好，你来先谁？刮一，对，冬天这样刮。好，那现在请你翻开第一课第8页，给会呀，请打开。我们跳回来，好，来第8页，来，请你做回量化呗。好，来，注意到三步。第一课是安怎？春天的雨落袂煞。热天的风台遐尔大。是安怎？秋天的叶啊，会落土骹。寒天的风会这尔大。这就是一年四季的变化。好，一年四季，一年四季。各位，四季。一年四季的变化。好，我恁家己念，老师无咧念哦。来，是安怎开始？春天的雨落袂煞。
安怎？好，来多多熊是什么？还有没有其他想法呢？来，加点位。哎啦，为什么啊？哦，是什么嘛？刚刚第二，但是意思不太一样。是怎么样吗？在疑问句就是了，为什么？哦，是怎么样？哎，第二，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一句哦。来，第一步，先我们再来那里啊。第一句，请你帮我念出来，编辑。答对了，好，我们一起念：喜恩作业分下里广大。喜恩作业分下里广大。哦，你平常食饭敢有人安尼甲你问？会这样问你吗？没有，你讲这少，哦，都很少。你的饭是这么大碗就搞讲，好，面前几分哦。第二题，下面两个要好，这个字重 C， 哦，什么意思？我们来跟你讲，我们请安琪，很好，我们念字哦，喜安作列风和下里 C， 喜安作列风和下里 C， 哦，拢写美料，哦，风和就 C 很多，好，第三题，好，请榴莲。妹妹啊，妹妹，很好，长叫做等，叫等等。哦，对诶，老师要看唔对啊，多谢你给我提醒，是第三呐。好，我们念一次，喜安怎妹妹头毛叫你等。喜安怎妹妹头毛叫你等。好，那如果说为什么爸爸头发这么短，你知道怎么讲？为什么爸爸的头发这么短？来，现在老师答对了，是安怎爸爸的头毛这么短？听讲有人爸爸的头毛是鹰公头，鹰公头就是光光都无。哦，爸爸拢头毛。很好，很好。好，接下来，来，请你的蜡烛，请你把倒边的物件。好，来，请你拿出小白板，小白板这个，一组一个，一组一个，收起来，一组一个。请你开始听老师的指示，请你的蜡烛。好，我先讲完你这个动作哦，连点两个。来，接下来老师要请你们小组讨论一下，会控熊，请你的蜡烛。等下，咱们来小组讨论。我们呢，一组抽一张纸条，这个纸条里面你要猜到它是什么题，是春天还是夏天，还是秋天，还是夏天？哎，你讲，我再讲一次。请你们猜到的那个纸条，如果是春天，你就要想看它跟它有关系的东西是什么，写下来。比如说，你可以写什么？春天的关系，烟灰。花对不对？烟灰春啊，那夏天叫什么？不要讲，啊，你知哦，知道意思吗？哎，写中文就好，哦，写中文越多越好。好，那一组一个人抽，抽完你要赶快想一想，这是什么题哦？然后要把你抽的那
的题目是什么题哦？题目要写在最上方，请下面听。在。